也咱俄罗斯无人机2号暗时去攻击乌克兰西部，当地建筑物有受破坏，上无有20个人受伤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，俄罗斯即届攻击目标是因当地的核电厂，加在核电厂只有窗仔门破去，核电厂的机组并无受到影响。 画面是海甲真厉害，居民隔窗仔门，翕到伫黑暗暝远的所在一团火，就是烧甲真旺，佮听到真大声得嘣的声音。乌克兰的议员卢迪克嘛伫推特顶悬，打出因为爆炸的威力真大，互厝内是规个密密麻麻，门窗的玻璃嘛碎甲散喷喷。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2号暗时伫面册讲，罗西亚的无人机几点钟前是攻击赫梅利尼茨基地区的斯拉乌塔市，空军已经甲罗西亚11架无人机拍落来，但是同款是造成至少20个人受伤。伊认为讲这波攻击将有可能是针对核电厂来的。 Вірогідно, що мішенью для цих дронів була Хмельницька атомна станція. Хвилею чергове нагадування для усіх наших партнерів, наскільки важливо посилювати українську ППО та наскільки небезпечно, коли Росія може обходити світові санкції. 国际原子能总署讲，这波攻击是互工厂内面几啊栋建筑物的窗仔门拢震甲碎去，好加在机组是无受到影响。总署长格罗斯伫声明内面强调，这表示攻击离核电厂是有够近，后摆可能就无遮好运啊。嘛认为讲必须要无视一切代价，避免去攻击核电厂。泽伦斯基刷落来会伫欧洲议会表达对罗西亚的制裁需要扩大，而且对俄罗战争开始拍，已经对伊个切诺比核电厂含国咧运转。 欧洲上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，拢一直是受到攻击的威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